只要你自愿戴上这个金刚圈，你就能够变回法力无边的齐天大圣，你将担负起取经的重任。小子们，全体追击唐僧！要是唐三藏出事了，龟缩大法，要走一起走啊！现在我儿子一出生就没有爹吗？走啊！娘子！金青，金青，般若波罗蜜！我一直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，其实我不是孙悟空。什么？你不是他？我要杀你！杀我，做人不开心，长生不老也没有用。我不希望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心里想着其他的人。但是因为我了解你，虽然我不是孙悟空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像他那样伤害你、欺负你。我要娶你，永远跟你在一起。等晚上拿到解药再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虽然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但我是不会趁人之危的。白天我也不习惯，晚上再说吧。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先去找解药再说。主任，主任，春春，这下你不用再嚣张了，赶紧替金星把毒药解开，快点。姐姐一直说游戏人间绝不留情，想不到这么快就有孩子了。我连你一根蜘蛛毛都没碰过，我怎么可能你？怎么，现在不敢承认了吗？告诉他，到底是谁的孩子？说你哑巴了？你说不说？是他和至尊宝的孩子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他怎么可能有我的孩子？我告诉你，金晶千万别。金晶，金星，金星。
是男人啊，男人怎么做奶妈？孩子是我们带大的，你不说，他怎么知道男人不能当奶妈？那倒也是啊。过来。你靠这么近干嘛？我听说，一个怀孕的女人啊，情绪容易失控，没关系，奶妈给你安慰啊。谁要你的安慰啊？我让你过来帮我解开绳子啊，奶妈。啊，对，你这样不舒服是吧？是吧，奶妈？我要杀了他！哎，师妹，你可不能杀了他。好歹我们的孩子也叫你一声姨娘呢，你舍得他这么小就没了爹吗？师妹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500年前也好，500年后也罢，孙悟空也好，至尊宝也罢，都是骗你的。哎，我们师姐师妹情分一场，你好歹也要送我们一家3口一句祝福吧？嗯。走。还是这么酸爽啊！我真的回来了，晶晶，晶晶，等我，晶晶，凶手跑那么快，再来！老婆呀，老婆！哎，我老婆这……你老婆就快出来了，你急什么呀你？我还没说完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老婆！哎，老婆，你可算出来了！快走！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。月光宝盒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杀了白晶晶？波米！又升仙了！哎，我为什么要说又啊？晶晶，晶晶，刀下留人！晶晶，原来你是自杀。你为什么要自杀？自杀，要杀也先杀了你！英雄，饶命！饶命？那你先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我正在想，你给我一个杀我的理由。好，那你听好了，你骗我，
你说你一辈子都会陪着我，结果你去跟师姐生了一个儿子，还给那个孩子洗尿布，完全误会啊！找死！叶生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我只知道我真的在尽力的在找你。你又在骗我！不信你看这个，这就是我找你的证据。他们都去哪儿了？不如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吧，等会儿没事了，咱们再一起逃走。不行，牛魔王已经杀进来了，姐姐是打不过他的。况且我跟他姐妹一场，他现在还有个孩子，我不能看着他去送死。在那边，姐姐，姐姐。快走！快走啊！娘子！走啊！快走！至尊宝，快走啊！我怎么能丢下你呢？快走啊！往南走会遇到观音大士，剑会断。这次往北走。今晚斋饭吃什么呀？我要饭米白。又是你啊！走。你刚才说的话，贫僧已经完全都明白了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悟空呢，对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已经非常的懊恼加后悔，现在只不过无奈受迫于牛魔王的淫威之下，所以呢不能来见我，所以呢委托你来救我，带我去见他。既然你都已经听明白了，为什么要再说一遍呢？贫僧只是复查一下，因为这是贫僧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。贫僧的父亲在贫僧小的时候就教导过贫僧，考试之后呢，一定要重新检查一遍，这样子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啊。所以啊，悟空现在是不是他已经对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已经非常的后悔了？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啊，还有啊，那个，我告诉你，牛魔王的事情别再想了。那我们现在往北走。哎，仙子，你好厉害！为什么我想什么你一下都知道？哎呀，仙子，你不愧是仙子，你真的好厉害呀！啊！给我追！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花间的彩蝶并飞。姑娘，从今往后，你就不用再羡慕别人的举案齐眉。你也可以成为他人心中的最美。怎么成为他人眼中的最美啊？不想吃狗粮，买我锁心王，良心助攻锁心王，中国绝世好红娘，好神奇哦！那你的意思是说，用这个可以锁住男人的心？没错，姑娘，买了这个锁心王送给他，保证他对你神魂颠倒，痴心不改。痴情不断，他的心中只有你，没有他。真的真的，那我要了。这个我要了。嫂子，你不是回芭蕉洞了吗？牛香香啊，牛香香，你不是也回绝情山了吗？我不管啊，这个东西是我先看中的，先来后到，还给我。先看中又怎么了？我付了钱了，想要自己买啊。两位姑娘，这个锁心王呢只有1瓶。你们慢慢聊啊，我准备收摊了，记得给好评哦。嫂子，你买这个是想给孙悟空用的吧？我提醒你一下，你可是有老公的人了。哼，我什么都没说呢，你就提孙悟空，就这么放不下那臭猴子吗？
快给我！想跟我动手吗？打就打，谁怕谁呀？哎呀，不要打架！住手啊，冷静一点呐！两位女施主貌美如花，伤了和气会变丑，不如放下屠刀，立地信佛。闭嘴！刚刚还说走不动，一有闲事你就跑得飞快，又怎么了？打架毁容啊！你们继续啊，我把他带走，不罚你们。你故意挑拨我跟孙悟空之间的关系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哎，别打了！哎呀，别打了，会毁容的，不要再打了！阿弥陀佛，不要打了！我没时间跟你们斗，那个混蛋是什么德行，还没看清楚吗？啊！你敢说我男人？仙子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仙子来的，你怎么可以跟妖打架呢？你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啊！带你妹呀带！为什么女人都不讲理？为什么女人都爱动手？为什么仙子要和妖怪打架？为什么我不会武功？为什么悟空不在？仙子啊，不要下这么重手啊！怎么说也是一个女子啊！哎呀，牛施主你来得好啊！你看，你老婆还有你妹妹一起在打一个女子啊！你身为一家之主，是不是应该管一下？走，唐僧啊！带走！带走我干什么？我送了你！哎，仙子救我啊！仙子！哥哥，臭牛！不行，我得把剑藏起来。把这个当做贺礼送给大王，我可就发达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们兄弟几个啊，既然已经认了牛施主是大哥，加入了他的社团，你们就要尽忠职守啊！这个叫什么叫尽忠？哎，你去哪里？你回来！什么叫尽忠职守？你知不知道啊？就是说啊，他让你做的事，哎，怎么你不舒服啊？你也不舒服啊？不舒服看大夫啊！啊！哎呀，快点去看大夫啊！尽忠职守啊！他让你们两个人看着我一步都不能离开，你们怎么可以把我一个人放在这里呢？会加法伺候、扣工资的。这月工资不要了，你留下。你留下，大不了下个月工资要也给你。争了。哎，两位大哥，我是新来的小弟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这看管唐僧的任务就交给小弟我吧。啊，好兄弟，走。阿弥陀佛，这位小兄弟，不知道你有什么人生理想？为什么不好好的修炼，要加入牛施主的社团啊？大师，你既然说到人生理想这么崇高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不适合在这么随意的地方聊。大师，你跟我来，我们去找一个环境清幽的地方。哎，走。干嘛不走啊？贫僧在积雷山多日，终于遇到了一只神智开化的牛，实在是难得。那你还不走？因为你还没有参悟透。你刚才说，牢房环境简陋，随便不适宜聊人生，但其实你不知道，
人在牢房，心怀世界，环境并不是阻碍一只牛拥有梦想的理由啊。正所谓普通人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但是当你参悟透了之后，便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也不再是水。大师，说人话。我觉得在这儿聊就挺好，我们不用走，我跟你接着聊。我觉得不行。以后再也不跟你废话。树呢？我的剑呢？弟，终于摆脱那2个女人了，让我们好好庆祝一番。牛哥，咱们还是赶紧把唐僧分了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好，是唐僧得有声啊！大王，为庆祝大王捕获唐僧，各山头领主送来不少礼物。我们小的个子也准备了一些，请大王光顾。好，你们有心了，把这些礼物搬到后院，带我慢慢欣赏啊。是。来，小子们，把礼物搬后院去。哎，兄弟，这个亲拿去可以啊，不用，这2天看唐僧你辛苦了，别客气，走啊。快点！哎，你面前那是谁送的礼物？包装那么丑，快拿走，别让我再看见它。啊，也真是。哎，进，哎，进。孙悟空、牛魔王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绑架唐僧，还要吃他的肉！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。观音，三八婆，不要以为你长得大我就怕了你啊！贤弟，我来帮你。兄弟，我帮你。大哥，你真牛啊！好兄弟，帮着。唐僧在哪里？把他交出来，可以免你们死罪。你们2个孽畜！哎呀，这怎么就睡着了呢？真的是最……哎呀，腿上有了！哎呀！观音姐姐，手下留情啊！手下留情啊！观音姐姐，请你转告玉皇大帝，小僧愿意一命赔一命。善哉，
孙悟空，希望你有一天能够领悟到你师父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。还好，应该还有救。去找大罗神仙修补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没扔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月光宝盒呢？这次我一定保护好你，一定要找到大圣。各位客官，耽搁大家一会儿啊，就要点着了，不好意思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啊。老伯，你这样点灯是点不着的，你只有油没有灯芯啊。我知道，可是灯芯不见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买一根呢？哎，有道理。姑娘，请问你，如果如来佛祖的那盏神灯的灯芯不见了，上哪里去买呢？早知道你有问题，现身吧！哼，原来是二郎神和南天门的4大天王。紫霞，如来佛祖为了化解你和你姐姐青霞仙子之间的仇怨，将你2人化作日月明灯里缠在一起的灯芯。谁要跟他缠在一起啊？让我做灯芯也不问我愿不愿意。你不好好检验悔过，擅自离开天庭，到处跟别人说谁如果能拔出你手中的紫青宝剑，就可以做你的如意郎君。哦，我说穿越到了什么时候？原来是招亲以后啊！谁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，就是我要找的如意郎君。想要拔出这紫青宝剑啊，要完成3样考验，分别是覆水重收、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。太好了，这下子可以从头来过了。这么严肃的话题你还笑？你是神仙怎么能有凡心？假如邪魔歪道拔出你的宝剑，我们仙界岂不沦为笑柄？神仙也好，妖怪也罢，我的剑啊，只有我跟我的意中人可以拔出。就算他是妖怪，我也会爱他一生一世。一派胡言！你既然执迷不悟，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，让你在人间仙界消失。只羡鸳鸯不羡仙，消失就消失。
今天的事谁要说出去，我杀了他。我说过了，闭嘴！不是了，你的哮天犬在那儿骑着一条母狗呢。什么？他也敢动凡心？看我回去不杀了他，打牙祭！我们就这么想的。金星，怎么会这样？人呢？